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古 Sir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專業嘅物理治療知識，用簡單嘅方式分享俾大家，等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請按訂閱鐘仔、點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學習正確嘅健康知識。坊間有好多較扁平足嘅足部運動，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。第一類係足底小肌肉嘅鍛煉，第二類係小腿肌肉嘅練力運動。其實呢啲運動如果姿勢做得唔啱嘅話，不但冇效果，白白浪費咗你哋嘅時間，甚至可能出現反效果。等我今日講下坊間兩個常見嘅運動，指出兩個運動有咩地方要注意，同埋究竟呢兩個運動係咪真係能夠改善扁平足。第一個運動係足尖運動。足尖運動係一個非常之常見改善扁平足嘅運動，但係大家要留意，如果後跟升到最高點嘅時候，腳趾公嘅骨底有冇受力？因為如果受力太多，會好容易引致拇指外翻，不但不能矯正扁平足，而且亦都會使其他足患問題越變越差。咁點樣做先照得正確呢？首先，雙腳微微分開，雙手輕輕扶住牆壁或台面，咁樣可以增加動作嘅穩定性。然後雙腳慢慢升高，重心應該要放到2、3、4、5指遮骨底，切忌將重心放喺大拇指上。你會見到，如果做得啱嘅話，當雙腳升高嘅時候，足踝關節會微微向外。呢個運動每下可 hold 住5秒，每次可以做20下，做3組，每日做1次。第二類運動係訓練足底小肌肉，坊間大多數訓練足底肌肉都要你哋用腳趾去找毛巾或者夾波子。其實呢啲運動對矯正扁平足並冇幫助，因為呢啲動作只會訓練腳底長肌肉，訓練唔到扁平足需要訓練嘅小肌肉。要真正做到效果，係需要訓練足底嘅小肌肉。究竟短肌肉點樣訓練呢？咁你就要睇睇以下嘅動作。首先，雙腳自然咁站立喺地面上，大拇指先朝向上，然後用力緩緩咁向下壓向地下，同一時間其他腳趾向上。要注意嘅係，腳趾公嘅指關節要用力壓向地下，即係箭嘴指住嗰處向下壓，而唔係腳趾尖向下壓。向下壓之後可以停留約10秒，重複做10次，每日可以做1次。我哋亦可以加條橡筋帶去加強訓練。如果呢個動作做得好嘅話，應該會覺得內側足弓會有少少抽筋嘅感覺。如果冇呢種感覺，可能代表你做得唔啱。當然啦，仲有好多原因引致扁平足，包括盤骨前傾、核心肌肉唔夠力、下肢動力鏈唔協調等等。如果有機會再同你哋講講呢啲運動點樣做。各位，啱啱我講咗坊間最常做嗰兩個運動嘅一啲問題，你哋平時喺屋企有冇做錯呢？如果有做錯，應該立即矯正，以免浪費時間，而且更會對身體造成傷害。希望今次嘅內容能夠幫到你更加認識扁平足運動。以後我哋有啲乜嘢新嘅內容，我哋會第一時間 upload 上去我哋嘅專頁，所以未訂閱嘅你記得按下個鐘仔啦。拜拜。